亚集团合作新闻先等于来关心苗栗县政府上礼拜呢出来举行小狗正病重要嘅评估小组会议，现场呢就有三万乡太平国小，还有太湖乡嘅新开国小，也两间好狗嘅辅导费去到现场来抗议讲也尝试唔公道。县政府今日就来开一第2摆嘅会议，辅导费伫反非教议员嘅批准之下，去摆后苗栗县议会嘅议长尤仲天。 要求议会来听诉，某一本县政府来做正病计划。新开太平国小副教会代表伫议员的批准下，去拜会苗栗县议会议长尤仲天，韩国高层情书，希望争取议会支持来整专案小组，来监督县政府的小狗正病计划。本身迄开放好奇的，唔记录上来讲嘛，限制学校爱太平村伊个叫做张做个迄咪讲春心住非那太平村，太平国小家好教。所以我希望就是说，给我们新开能转型做一个华德福教学，让我的学生可以学习更好的教学。议长尤仲天接触澄清甲讲，对小狗正病计划，基本2摆同议长持有种沟通，唔过无强势，希望县政府做得考虑家中意见，再沟通议会报告。这样啦，他把它限制学区了吧？可以啊，处长带回去。 跟县长再商量一下，下次再跟我们报告一下，好不好？今天是开第2次会议，那可能要开个好几次才会有一个共识啊。那每个学校它的发展方向的话，是用什么方式让这个学校转型是最适合这个学校的？我想说，评估小组会做很审慎的去判断。苗栗县教育处罕内强调，小狗正病计划係優先考慮學生嘅學習權益，以下當地嘅進行評估小組會議。 詳細評估新開太平等新建國小同福地分校也下進行，完善清潔5年底以前會完成建議案送到苗栗縣教育審議委員會來審議，而今天嘅學校能擺為兩位項。下新聞內容，苗栗報道。